能夠自理的日子叫養老，不能自理叫做盜劫。網絡文章有一段非常之扎心嘅說話，佢話：從你大小便不能夠自理的那一刻起，養老這件事其實就結束了，剩下的不叫養老，叫盜劫。你盜的是自己最後那一點可憐的尊嚴，子女盜的是那一份沉到喘不過氣的孝順。人這一輩子總離不開養老兩個字。我們年輕時拼命賺錢，盼着老了能夠享幾天清福，養花養鳥，曬曬太陽，活得體面又自在。但沒有人告訴我們，養老的底線從來不是錢多錢少，而是身體的那一份自主。連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要靠別人幫忙，翻身要人幫，沐浴要等人，甚至連什麼時候上廁所都由不得自己做主。當尊嚴失守，養老只剩盜劫。對子女而言，這世間最殘忍的，莫過於看着至親慢慢地失去體面，而自己卻無能為力。我們總說養兒防老，可到了這一步，才懂得養老的真相。能夠自理的日子叫養老，不能夠自理的日子，只不過是一場互相煎熬的盜劫。盜的是老人的尊嚴，盜的是子女的孝心，盜的是兩代人之間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無奈和牽絆。所以趁你還能夠動，好好愛自己的每一個細胞，好好保護着那一份體面。畢竟能夠自主的日子才是晚年最好的光景。人到中年經歷一些事，才能夠看清楚一些人。生活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愛情也好，友情也罷，經歷過才知道其中的滋味。過去的自己對所有人都好，習慣了善良，不懂得拒絕，以為被人需要就是愛情，以為受人依賴就是友情。可是後來發現，身邊的許多人只能夠同享福，不能夠共患難。在我落寞的時候，總會有人視而不見；在我困難的時候，總會有人說着風涼的話。人到中年經歷一些事，才能夠真正看清楚一些人。對我好的人，繞路都願意送我回家；在乎我的人，夜再深都要為我點燈。看一個人不能夠只看表面，內心的真誠勝過嘴上的好話無數。慢慢地懂得，我愛的人不一定是愛我的人，所以不願意再委屈自己，不願意再迷失自我。慢慢地覺得世事難全，辦不到的事不要為難自己，與我無關的人不要過分關心。我無法讓每一個人都喜歡自己，但也總會遇到那個對自己不離不棄的人。時間最能夠考驗人心，在匆匆的歲月裏，離開的人越來越多，留下的人越來越重要。或許過去的經歷就是為了讓我懂得什麼樣的人需要放手，什麼樣的人值得珍惜。願以後的日子清靜，留在身邊的都是歡喜，不為過去而感傷，不為當下而遺憾。就這樣和真心對你好的人慢慢走，好好過。平凡一點也沒有關係，只要心安就好，只要不被傷害就好。人到中年，不經一事，不懂一人，經歷過的都是成長。看過一段很經典的說話，是這樣說的：當你餓的時候，有人會把饅頭分給你一半，這是友情；
有人會把饅頭讓給你先吃，這是愛情；有人會把饅頭傳給了你，這是親情；有人會把饅頭藏起來，對你說他也很餓，這就是社會。中年經歷一些事，才能夠看清一些人。對於錯付的真心，不用覺得難過，怎樣看都是失去他的人更虧才對。對於離開的人，不用覺得惋惜。生命來來往往，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陪你走到最後的決心。我能做的是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，看淡所有的不辭而別。作家劉震雲話：魚善於閉嘴就不會被釣到，狗善於搖尾就不會被欺負，豬拒絕貪吃就不會被宰殺，驢善於偷懶就不會被累死。淹死的都是會游泳的，跌死的都是會騎馬的。各以其所好，反自為禍。好事者未嘗不眾，爭利者未嘗不窮。世間萬物都應該遵循大自然的規律，如果不善於適應自然規律，往往容易因為自身的習慣和慾望陷入困境。不僅是人，各類小動物亦是如此。魚往往由於控制不住美味的魚餌的誘惑，為了自己的口欲，被人釣到了，成為了人們的盤中餐。如果他懂得閉嘴，就會在水中悠然自在地活着。一個人的快樂不是擁有的東西多，而是計較的東西少。少了慾望，自然少了貪念。自己的人生雖然平凡，但是依然內心富足，活得快樂幸福。狗善於向自己的主人示好，搖尾乞憐，就會被主人好好相待。如果他總是對主人狂吠，哪一個主人會喜歡這樣的狗呢？一個人的善良可能有時被辜負，或許會遇到人善人欺，但是人善天不欺，你給出的善良終將成為你未來人生路上的好運和驚喜。豬怕肥，牛怕壯，如果豬不貪吃，就不會變成大肥豬，就不會被人宰殺。口舌之欲，最終還是害了他自己。一個人如果不懂得控制自己的貪念，最終會因為自己的貪念而害了自己。我們生而為人，更應該明白，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才擁有一切。失去了健康，一切等於零。這個世界沒有誰不可替代。你如果累倒了，無數人將會代替你的工作，或許比你做得還要好。忙中有閒，閒中有趣，張弛有度，才是人生該有的狀態。游泳高手往往因為藝高人膽大，忽略了水裏面各種不確定的因素，最終被水吞沒。騎馬的人都以為自己一身好本領，殊不知大自然變化種種，最後導致跌傷。因此，遵循自然的規律，不要盲目和大自然較勁，順其自然，順勢而為，才能夠活出自己的怡然自得、豐盈幸福的人生。